来继续来到台南市的北区，这个大港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到职能治疗师来为社区的长辈举办着导游的活动，要来训练着老大人的记忆甲反应，嘛，互长辈生活更加趣味。 根据台湾视知协会资料显示，做一寡会使刺激大脑功能的心智活动，或者是创造性的活动，都会使减少发生失智症的风险。台南市北区大港社区发展协会，每礼拜邀请职能治疗师举办时代导游的活动，就这个活动来训练时代的观察力、注意力等等，来强化认知功能，甚至有减慢发生失智症的效果。 长辈的话，的确在课程当中，会是有感受到说自己的认知功能啊、身体功能的话，都有逐渐在改善当中。至少的话是可以维持说不要退化的那么快，或是延缓它的退化的部分。今年已经80岁吴玉雪阿嬷，每礼拜拢到活动中心报道，参加导游的活动，增加脑力的训练，嘛增加社会参与。 可以增加很多知识啊，然后我们的记忆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有益处啊，我们头脑会比较清醒。职能治疗师嘛讲，游戏会使带予时代活力，减少脑坏程度。脑力训练的游戏会使增加大脑血流动，嘛会使自当中感受到趣味和成就感，达到身心的健康。